公開組嘅複賽啊，咁就會係分別會係第1、2名咧會有呢個鑽石杯喎，第2、3名係會咗呢個金杯㗎。咁嚟緊喺呢個近岸嘅第1線啊，就係呢個中國溫州魯上堡龍舟隊啊。第2線西貢富雅海鮮酒家北海龍。第3線新翠雅茶餐廳東方龍同埋第4線嘅華威酒家戰藝龍㗎。哇！大家睇唔睇到咧？頭呢四條龍舟咧喺呢一個賽事到一半咧，其實都係分唔到你我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咧呢個咧其中2名咧頭嗰2名先至可以進入到呢個鑽石杯嘅喎。哇！非常犀利啊！